人生像一条好长的歌way，有喜有乐，有感动有快乐。人生也像一本书，有思想有道理。人生更像蘑菇，一晒风采，酿出金色的大地，来睇暗香风华，感受一段的人生故事。大家好，欢迎收看《暗香风华》，我是李玲。学年的传承，政府已經推了幾多年了，也培養出幾多的學年宣傳師。也今年一條宣傳師呢，改什麼？喺台灣各地的大細學校的教生人呢講客，了解客家文化。今日我哋有請到的來賓呢，係廣播節目的沈芳，而對宣傳師教生人呢，都也下做廣播節目，一直嚟睇推動我哋呢客家文化。今日各歡喜有請到沈芳來到節目現場。沈芳，歡迎來到節目。李玲好，安叫無看到。暗香風華的觀眾和朋友大家好，我是阿芳，當叫無看到大家的哦。芳，真是嗰叫無看到哈。有樣的哦。上擺我去上下節目。今半夜晚來上我哋嘅節目嘅呢哈。咁我會幸福個。係。想我了解一下講，一個客語宣傳師，我安樣嘅人可以做一個客語宣傳師咯。第一點吼，我認同自家係客家人，然後了解好，就會跟自家嘅文化語言吼落實喺自家家庭，自家先做起，要考過中高級認證嘅考試，客語認證，因為得去申請吼申請那個宣傳師嘅資格，不過還有一點因為我有教學經驗哦，可以叫嘅。將愛吼，愛搞好聽年，愛樣去申請，是可能最少都係5年以上，然後可以去愛申請，還有一個先生有認證去教好個去推廣，做得比做客語宣傳師吼。不過吼最重要嘛有熱心啦，有迄熱情吼，行進入去校園裡面，伊就同小朋友來講客家話，因為客語宣傳師去客家嘅目的都係可以教小朋友嘅講客家話，呢當重要嘅事情。也個都係最重要嘅啦。最重要嘅，咁你講起來，因為唔知家也唔咩學教育出來嘅嘛吼，咁你唔記得第一擺去到學校嘅教生人嘅個過程冇？記得冇？記得。喺民國95年嘅時間，就是95年。係95年，嗰陣學委會剛開始要推動吼，從國小去推動學語嘅教學嘅課程。嗰時陣我生意讀幼稚園。哦，你家生意呢？係，他也嘛係讀幼稚園，喺香港讀書。嗰時候先生喺香港嚴重啊，吼，喺香港喺香港嚟做志工啊，做志工嚟教生意咧。喺香港教學吼，從幼稚園開始推行嘛，吼。嗰時陣我印象中最深嘅就是講我自家所做嘅字卡。自家做字卡，自家畫圖哦，比如說阿爸模型哦，帶下都寫中文詩，然後再寫台灣羅馬拼音通用拼音方式，跟住是用台灣通用拼音，去拼音同聲音你都秀字卡呢，一種搞一的，重複的音差不多15分鐘，10分鐘至15分鐘，搞聲音念稱謂嘛，從稱謂開始教。錄卡人開始啊！佢神奇哦！小朋友啊，個同學，我會留10分鐘嘅時間吼，嚟教小朋友跳客家童謠。哦，跳舞哦，跳舞，有玩個律動誒。係啊，有樣。嗰時候教小朋友，嗰時嗰時候嘅係教幼稚園。幼稚園從幼稚園開始推行吼，嗰時陣係大概明年都會比如說3年會有擺評鑑，或者是訪視員，國教輔導團會有訪視員去到客家去，其實咧推廣，所以其實有啲教授吼，李龍鳳博士吼，如果有心嘛，其實還唔退休，佢熱心吼都高雄市有他185間學校哦。一件去看，拜託高中，拜託嚴重來申請學位嘅呢，
来经费来客讲来出客。哦，所以嗰時陣都係因為李博士來當我哋客教，嘿，我印象最幾層喺民政國小哈，就是嗰時陣李博士幾熱情，都用客家話同我交談，啊，啲大都市吼，講客家話你溝通幾少誒，嘿，哎，李博士攏全部都用客家話，對，同我溝通，你講按親切咯，同我聊天話吼，互留電話，然後就請我當他們高雄市的種子老師，可不可以？哦，都按你開始，開始鼓勵我去考初級，鼓勵我去考中高級，都按你是嗰度。喺高雄市在推行客家話先生，哦，還有李龍鳳博士哈，嗰度先生，也攏幾熱情，還有謝秀玉先生，也攏係幾早以前都來推廣，係喺體驗嘅考認證通過嘅哦。哦，原來係安尼。不過我拿到客語新春時，咩冇簡單咧吼，因為我有熱情，像唔講嘅熱情，個重要。有樣嘅係，是個重要，因為吼，因為嘛會讀到瓶頸。係啊，剛才我想冇人講，因為冇教過書，啊，去到學校要教按細嘅聲音咧，而且教一定講客話嘅過程入邊，有乜嘅奇妙嘅事情冇？有會讀到是因為徛書講，我聽唔成功嘅，就是有時間嘛，要翻成中文哈，用華客語的方式去教學，哦，華語講客語，同聲音講，啊，唔過我差唔多我經驗吼，我攏70%攏講客家話，30%人講華語。哦，一定解釋係乜嘅意思？因為一禮拜要40分鐘，40分鐘拉擺，我係盡量貴珍貴嘅40分鐘吼，都盡量同聲音嚟講客，比如談沉浸式的教學哈，必定有啲環境嘛哈。係啊，咁你同聲音嘅互動嘅過程，一定有本乜嘅回饋，印象幾深嘅冇？有，小朋友吼，伊同歡喜都講啊，我哋會除了搞語言以外吼，我會帶傳統的，譬如說衣服。哦，唔係唱搞語言，還有文化嘅部分。都帶語言帶入來哦，語言行前面文化都聽聞行入來哦。咁所以小朋友我會透過客家傳統嘅服飾吼，譬如說嗰條衫我攏自家做啦，買自家花錢去做，為到傳承都值得。我是咁講啦吼，咁所以我冇做小朋友嘅傳統嘅藍衫，還有花布衫，哇，還有文創的室內嘅作品嘅衫。也是結合6堆地區的文創的衣服，剛剛懂後，小朋友做嗰啲真是都必定做噶，不然做啊，不然走秀哦，都喺教室哦，哈，教室啊，會配合那個音樂哈，客家童謠啊，客家流行樂哈，小朋友懂好誒，哦，你阿娘係講原本係最太回饋，人人看到我都阿峰先生，哎呦，用客話係用客話係咯，人人都看到阿峰先生哦。你睇你聽按細聲音嚟講下，實在幾奇妙，幾得印象呢。我係講語言吼，係環境最重要，環境最小朋友一定啊，嚟這課係客家課，你都會見講下，有樣，就是我感覺對客家話，係就是除了堅持熱情吼，而有心。還有客家嘅愛配合嗬，愛配合，因為客家嚟全力同人哋配合嗬，人哋嗰度資源線上嗰度而備課嘛，佢用心備課，所以伊會間將最好嘅分享本身嘅，其實小朋友去比賽，因為明年都會比賽嘛，全國賽或南區比賽，分區的啦，其實唔管有得獎冇得獎小朋友可以上台，表現自家，學習嘅成果家長都歡喜，家長都感覺講哇，我生日你有機會上台，做安講嘅客家衫，做客家童謠、兒童童謠懂好，真是懂好，所以家長嘅支持啊，心態。哦，一聽我呀，家長喺支持嘅方面，你能有通力繼續安尼教下。有樣嘅。家長安尼教嘅按多年，教多幾年咧？我10年嘞喲，我10年嘞。都教客語，教客語，我10年嘞。咁你安尼算起來教客語嘅經驗算幾多呢？咁上海長講，唔教研究。即個有一定會有這個方法感想，有乜嘅方法係唔知道，真是個有效果嘅教學嘛？
幼稚園人教好嘅方式啦，吼，如上生意嚟上課嘛，吼，感覺佢神奇，因為小朋友冇可能上得到30分鐘啦，最多嘛都20分鐘，湊唔起嚟哦，湊唔起嚟哦，認同嘅哦，所以我哋都會用嗰好教嗰神奇嘅方式，發通，啊，我有一同專家學習說唱藝術，哦，我自己花錢一同專家學習啦，吼，啊，嗰時我有會打足班，7塊班。所以我感覺單一童謠吼，你幼稚園單一童謠有詞彙，譬如講稱謂搞起來，啊，都得一個編的童謠，哇，都咔咔都應來，係啊，咔咔，小朋友同好哦，真是，感覺哇，一阿鳳先生很火喲，冇啦，啊唔講我是感覺吼，本身人感覺唔會驚，會喊，啊感覺牙科會快樂，伊都會牙科。係，伊都會潛下心來談先生一講乜嘅話。我上一同一講話嘅話嘛，用客話講嘛，係有樣。古時我嘅意思講，冇同樣嘅人裡面生人咧，用冇同樣嘅方法。但係最重要嘅路係啊，上一點，上愛來學習。係有樣，係。觀眾朋友，教學係一個可以專門嘅工作，唔係講唔曉得講下。有時候唔曉得念書都可以做得來嘅。我有效嘅教學呢，一定要腳頭腦去明一個方法，我用一本無同樣嘅聲音呢來學習一個客家文化。啊，任何嘅學習都同樣嗬。等下我哋再過來同阿鳳繼續講下工作嘅故事哦。來點樣過時候先教詞彙，哈，就是一隻字一隻字教句，哦，單字嘛，哈，片語，然後再句子，嘿，按你教好，重複同聲音講，跟練習，跟講，因為語言的學習習得就是要有對談的空間，就將帶聲音運用好，帶聲音。分享過來暗響風化，頭先我哋講到教學係該專業嘅工作，伊啲先生要面對很多無同樣嘅聲音呢，來自無同樣嘅家庭、無同樣嘅文化，甚至無同樣嘅年齡。啊，我用嚟教一定，用一定喜歡嘅方式來上一定學下話，也嘅真實冇簡單。阿鳳，我啲唔知㗎，除了睇幼稚園教。有睇小學教錯冇？有啊，係啊，因為係你講小學都一定更加有一啲課程很多本土語言，嚇本土語言，有河洛話啊、原住民話、客話啊，大部分都係講我係客人，我都先學客話。啊，唔要讀過聲音嘅係而咩客人，但係來學嘅冇？有呢，有啊，點樣嘅情況咯？比如講，我之前哈，我有接過大善國小，高雄市嘅旗津地區的大善國小哈，佢聲音咧阿妹，伊係從印尼加來台灣嘅，啊也係移從中國大陸嘅移民到印尼去發展，所以媽媽，伊客人咯，喺中國大陸係美線，所以也曉得講下，曉得講下，媽媽曉得講下，所以媽媽因為第一有客家好高尚，佢聽都本身而善用。好客話，嗰時候都生意我都來同阿講哦，我媽媽也是印尼的客家人呢。嗰時我講哦，那個珍貴哦，嗰生意嘛學下鬼好誒，有樣嘢咪喺公司演講哦，係講下當好哦。嗰時候媽媽嘛佢喜歡吼，佢家長當歡喜嘅，咩嘢唔敢買嘅嗬，旗津地區嗬，有時蠻會送人嘅，大家都可能搞一貼好啦。你邊係咁講嗬？對生意你搞好來講，唔係像紙本啊。你講生意互動，用感情去搞生意呢？嗬，生意讓我留下來繼續做，因為我哋發自內心，因為啊，講嗰度職業先生都媽媽，嘿你好，真是呢，用這個真是都用這個感情，唱喺搞這個生意呢，按呢方式，母語嘛嗬，阿美話，所以係感覺嚟點
对讲本身也喜欢上你吼，咁讲唔像妈妈用伊挨过好来送牙膏，你关心生意呢，嘿，有读过呢。韓上師睇到卡可能講好耐啦，阿來學嘅冇？有哦，嘛係有呢。阿你來嘅話咁就談唔識。因為人類學嘅就算第一語言學習嘛，其實攏可以用啦。比如講低年級，他們我們國語都係 T1的語言嘛，嗰時候來先你考到 T2 語言嚟哦，T2 語言啊，嗰時人佢細面有本事，你會講好羅化，哦，T3語言嚟哦，係啊，嗰時也阿妹認知最重要啊，嗬，佢細人咧阿媽媽要咁我講啊，本身人多語言、多文化係幾好嘅一件事情，尤其嗬從幼稚園。應該講出世啦，嗬，到國小6年級嗬6年生，大家阿妹發冇學起來，各種再去調嘅音嗬，都調快變準來，調鼓來哦，所以我感覺家長嘅支持嘅力量真是幾大，真好，嘿安尼哦。啊，剛好我係咪讀到日本嘅生意就好捱客家話呢？日本人，媽媽台灣人咧，荷蘭人啊，爸爸係日本人，啊兩公婆攏喺台灣上班，嘿，所以我客家口才。哎呦，有名嘅客家口才，那我安尼呢？哦，真是的喲，真是。啊，因為我嘛會講幾句日本話啦，嗬，所以我都會同生意有互動。啊，我感覺生意。同樣誒，希望唔送人開時，就是我因來同講法，健學，啊我經驗嗰時候先教詞彙，好，就是一隻詩一隻詩搞句，單字嘛，好片語，然後再來句子，嘿，啊你搞好重複同聲音講，練習，因為語言的學習的就是要有對談的空間，就像帶聲音咁樣嗬，帶聲音我用台講法一樣，學起來嘅幾百樣講，冇錯。係啊，你好。像我之前係好教嘅嗬，下巴上課啊，唔係客家哦，我上國語數學嘅嗬，我有時就會提示用客家母語的，談係什麼？談係是啲麼啲嗬，係啊，你唔用客家母語，而都會想辦法用客家來回答。係啊，嗰個線上用嚟帶佢重要咧嗬。將啲個時候我哋嘛會用字卡搞水果，蘋果，好食的蘋果，好食麼？好食。我小朋友話你學習嗬，啊感覺都係因為文字係載體。圖片也是載體，可是聲音要出來哈，嗓音都會帶入來，尤其客家話嗓音當好聽哈，就是我感覺透過安尼搞好方式哈，互動跟孩子的互動，小朋友以為去談 input 都進來了哈，好，然後伊自己講出來都 output 嘛，還有你批不出來，你批出來，伊都習得了這句話怎麼講，哦，這個相當重要啊，所以我感覺來到職業線上攏。大家都很厲害，人生法術都會變，變各種嘅方式，教學嘅方式，用嘅來上聲音咧，用嘅能夠有效果，冇像安尼經教，一定冇學到，白費力氣。然後60分鐘，教小朋友唱流行歌曲，唱啲歌時候我都會教小朋友唱流行歌曲。一定聽嘅嘛該聽，唱起來嘛該好唱啫嘛。係啊，將呢電視上嘅歌語謝謝啦，謝謝。咁後來，因為更加要除了教書以外，你還要做廣播嘅主持。佢用當時用嘅入到也廣播主持啊。都有一年嗬，廣播電台嘅節目製作人，他剛請來了嗬。係，我媽唔知你講阿方老師，我有事情想請教我。嘿，那剛開始他不知道怎麼寫教學的內容，我都改下，然後。親密又很愛做顧問，結果同我搭配嘅主持人吼，後來去讀書誒，可能都冇法度再繼續。嗰個董事長都講廣播節目嘅董事長啊，挺有心，裡面來推廣播節目嘛，係幾多元文化嘅節目，閩南節廣播節目裡面嘛有閩南話、河洛話啦、原住民嘅主持人、河洛主持人，啊我都係客家主持人，客家主持人，啊我感覺哇相當對我哋客家文化相當重視，我都講好，我都。真是呢，要反顧，冇問題捱來。係啊，真是佢好淡咧，有時相當。係啊，自家嘛昂淡都，接下來就樣啊。又開始主持哦。係，都差唔多
真是因为同个主持人合作样一张嘢嘞，前面一路去读书的嘛哈，还无法读的离职哎，不是董事长想讲哦，阿芳老师，什么老师，你可不可以接下来我们这个，哎呀，给我们高雄市的居民呢哈，可以多一个语言的学习好不好？哎呀，董后呢，你看董事长。请啊，你谈哦。安尼讲起来，其实谈起来嗰種講，嗰種揾一啲工作，其實也冇呢，嗬。冇，喺空中教學。對呀，你都得廣播啊，加上我想法嗬，透過廣播誒，嗰種渲染力嗬，咪係更廣誒。嗰時候我都一個一面都用做節目。嚇，唔係即個實機節目。係啊，節目內容係一個寫嘅哦。哇！啊，裏邊一個邀請。剛才嗰度喺裏邊攏寫裏邊啦，哈，講客家嘅教學嘅場域拉到我們的節目當中，天台，對，天台本小朋友嚟，嗱我哋嘅舞台哦，舞台本小朋友去表現，小朋友比賽比起嚟，說唱藝術第1名的，都來節目嚟，在度表演一擺，嘿，小朋友一直是都跟認真學哦，嘿，中央嘅阿妹嘛拉進來哦，阿妹嘛邀請，家長咩來哦？家長嘛叫下來錄音，嗰時我錄音師是幾歲嘅？啊唔過哦，幾老年，也幾幸福的感覺，幾親密哦，幾親密，因為攏講客家話，很親切哈。是，所以除了安尼，咁阿公除了講有唱聲音的啦，有唱家長啦，係電影節目係咪有唱嗰度？專業的人士，因為有機會有唱到安尼專業人士咯。因為我太學係學營養學系營養學系，我學營養嘅，學營養嘅。啊，我也喺醫學中心從事臨床營養的工作，幾多年7、8年。也有啊，結婚了都回歸家庭啦嘛。啊，最近做節目，我都感覺講，我家邊可以透過有請專業的醫生、護理師，也係營養師，也係講啊其他先生心理師。嗰時我都盡量來賓都有請客家人啦，啊，可是冇法都有請到，可是我希望鄉親來。了解，照顧一家，用愛一家，就佢重要嗬。嗰時我哋用客家話來訪問嚇，一定可以用國語來回答，係回答，反正觀眾、聽眾朋友，還係談一些都雙語的方式去訪問啦，嗬。因為我嘛希望年輕一代一推嘅阿妹，嗬，爸爸媽媽，尤其係50年次到80年次嘅。阿爸阿妹有啲冇乜會講客家話，真係希望透過節目今年帶過來講客家話。你看，唔等你新年咧，路唔會講啊，咁唔等你家長係你聽下學嘛嗬。因為其實嗰度家長講唔講嘅，唔都曉得講啊。有樣嘅，因為你對咗我節目嗬，都冇事先彩排好嘅哦。係個節目小朋友冇便宜咯。哦，第部卡要講客家話嘛？冇。ที่ฮัก剛อยู่ห้องหมออยู่กองฮักกะฟ้าหมออยู่แห่หน้าที่บุคาอา爸没同กองฮักกะหมอหมอ他不能讲法语当场妈妈脸都绿了下节目之后他就跟阿汪老師我幾日一天同聲音講客家話我一天我會堅持家中一家你聽我講我感覺你都值得有影響到係有影響到因為我希望透過除了來上我節目嘅家中有安尼想法以外覺醒嘛覺察自己是相當重要的意思有些人一輩子沒有辦法醒所以當下伊感覺客家話只是無講小朋友都無唔要誒，跟住阿爸沒經驗嘅哦。因為客家話學習上一禮拜要40分鐘。哪禮拜呢？其實客家學習上，伊主要目的係催化、push 哈，就是你唔講冇講有興趣，唔講冇講，我哋客家我哋來教。好呀你，我感覺真是阿爸阿妹要堅持哦，啲不卡通小朋友來講客家話係相當重要嘅一件事情，因為我族群呢。有啲位佢有認知阿爸阿妹嗬，而會願意培養生意嚟學客家話，目的都係培養生意多一種語言，多一種能力 knowledge 哈，就是所謂的認知的能力哈。小朋友洪亮教授冇講過一句話咩？多元的環境學習，多元的孩子學習，他的回買回哈，就是他的思路會更清楚，就是孩子會變聰明。好，嘿啊你好，
观众朋友，我哋呢阿峰先生吼，真是冇简单的吼，对学校的教学，许多空中广播教学，吼，听起来呢，佢充冇共用，实际上呢，影响力呢又高大。啊，伊头都有讲到家长的问题，如何佢都唔晓得讲嘅嘢。等下，我哋再来讨论一安尼问题，更加到底安样嚟解决。等下过来哦。被吸烟像高雄市嗰度嘛被吸烟的小朋友哈啊，屏东6对地区都男吸烟强的小朋友，你当下节目唔看，你录音室里边各种强调的小朋友讲出来的话，唱出来的歌，一下家同样按认真。欢迎过来暗享方法。头度呢，阿峰讲到，伊会邀请小朋友去到节目中访问表现，我都各有兴趣哦吼。因为呢，我邀请小朋友上节目呢，个特别。阿峰，很用的去邀，因为一听爱透过学校的嘛，嘿，一定要有真实的呢，嘿邀请哦，蹲那里学校的一个印象哦，有同边的正式的邀请。所以家长会更重视，好更重视那种发通告有没有？小小来宾的通告哈，所以这边家长接到的时候会统一嘛，会联络，好天发联络啊，好一般，然后统一，然后也会将那节目内容弄写好些咯，好同以他讲的指引教师，也他宣传师的联络，我的小朋友来到我节目，唔想我别人表现嘛嘅，还小朋友自己想我表现嘛嘅，嘿，都安尼哦，好，比如说创童谣的单元，好快乐创客家童谣，好，大家单元，小朋友来我节目，伊都会表现，伊哋遐讲好不会童谣，嘿，小朋友真是超鬼好鬼认真唱哦。我感觉到佢有兴趣讲，因为一定咩冇去过录音室、广播节目，去到嘅一定啊，好神奇哦。系啊，因为也会佢喜欢戴一个耳机，小朋友佢系如果认真哦，啊，我们还可以用本小朋友好一摆广播，他们是跟我对话嘛，对话，不是我会跟小朋友讲哦，那叫开片头音乐入来哦，唔得讲话哦，个进入节目内容的哦，唔得讲话，好挨 Q 嘅时阵吼，然后我讲话哦，啊小朋友就会讲哦，当中好朋友太感好，挨阿文妹，安尼哦，小朋友讲哦，挨迄乜嘅角色嘅挨迄挨来自民权角色，哦，挨迄阿面，东方喜来送。阿峰先生的广播节目，啊，也如果安尼佢喜欢，嗰种小小广播员，伊都自家来介绍，用客家话来讲哦，吼，最重要的，啊，若非客家族群，唔讲问候嘛同用客家话，大家好，我係阿雄，好，簡單的都安尼，啊，家長伊也會過喜歡，都係大部分係家長帶去批文來，係批文來，因為雖然錄音室過細件，啊，唔過，嗱，我會準備等你伴家長坐，啊，兩個小朋友。公司差嘅咧，伴家長參加嘅活動嗬，一定好係講嗬，因為一定係學校學習，家長看唔到。有樣，線上教乜嘅一定唔啲。有樣，係啊。去上日節目嘅時節都，我細年你哋好教學到一條東西哦，唔會諗呢嗬。其實我透過節目嗬，廣播節目邀請到小朋友嚟上下節目，最正經嘅都宣傳師，無都行業先生，原來體育先教學先生，鬼辛苦，有樣鬼辛苦，啊原來鬼支持我嚟做，就是我嗱有邀請，也攏會點頭答應嗬，盡量支持，盡量支持我，就是我都感覺。來本來個感動，因為人子一路嚟來，我辛苦帶小朋友，人家人搞某嘢小朋友對另外節目來呈現，比如講打嘴鼓，哇，小朋友唔係講會講哦，我看過哦，已經配數嘅哦，
演声口译，因为大嘴鼓说唱艺术就是声口译，讲啊懂好诶，专业的用的呢，专业呢，嘿啊，对小朋友没唱讲实验强的小朋友，嘛有活力强，然后态度强，还有人哋男实验强，然后北实验强，像高雄市嗰度嘛北实验的小朋友哈，啊，屏东六队地区都男实验强的小朋友，你当下节目唔看。你录音室里边各种强调的小朋友讲出来的话，唱出来歌一客家朋友按得真，好，我都感觉哇，我只是过尊敬我哋所有哈全台湾倡议先生，演喺 T 先的客家话先生，我可以体会因的感受。因为你这家路太高啊，系啊，有啲讲一个礼拜唱一节课40分钟，好开的呢，还可以诶，又同同学又唔係講客話誒，甚至於幾多路卡也冇講。其實也個係個睇嘅問題。個睇嘅問題，因為我哋盡量同新人講客話，後邊學會嗬，幾盡去部卡，盡量嘛係同家長嚟講客話。因為嗰度家長咪慢慢地漸漸地過來，堅持地部卡同新人講客話嘅哦。因為演藝考認證都係成果。嘿，啊唔過吼，見嗰度之前教師嘛同我反映講，演嗰小李嗬，嗰度考場尤其高雄市嘅考場，攏擠到。晨光並中午上課，如果講啊小朋友因為流失係，但係佢擔心呢一件事情，好嘅時間嘅安排因為嗰度學校有的會學校嘛還睇母語日，就是母語的時間上課，哦，閩客語3種語言都是在這同一天，比如說週3或週4，同一個時段，唔使客家話都係送客家。解散客家路去這個誒，哦，你這個先嚟課去送。原住民方，原住民的教室，啊唔使。客家話都來，客家語嘅教室，按你上課，我感覺成效是最好嘅。可是喺嗰度第一線嘅先生嘛，喺因打電話幫我同我反映啦吼，我講吼，我哋繼續努力啦吼，堅持，大家來討論可能先，透過家長嘅支持，咁係一啲。用委婉的方式去溝通後，是不是讓所有的在線上教的母語老師一個很有尊嚴的方式去教學，不要讓他有感覺有壓力，因為你晨光，老師唔嘛啲，你先生你做先生你晨光時間吼，小朋友要收聽啦，要抄聯絡簿，來到我教室，上課做10分鐘，當要考的哦，時間已經都唔拉擺嘅，還要空一天呢時間又是。嘿，啊，董主呢？哦，生意就上我水妹哦，先生如果上我水妹，怎麼講我生意哦？可是我感覺，那條之前教師講嘅錯哦，也希望有尊嚴嘅教學，因為學客家話生意唔係原吹，客家要公平咯，因為學語言，唔管哪一種語言，英文啊，河洛話、客家話、原住民啊，係。小朋友學客話權利哦，這是語言權，小朋友那個權利，咁可能只是個希望，咁係透過嗰度單位來，校委會啦，也係教育部啦，來溝通，希望高雄市的推廣客家話，可以更順暢一點，更落實一點，更友善的一個環境，對，更友善的環境。但係我目前數到嗰度客語先生本來嘅嗰度翻譯問題啦，因為有送過我節目，所以都多人請講，小朋友冇係咧。不過我們講，除了講也學校嘅安排時間嘅問題，我認為最重要嘅還係家長，而係要重視一件事情。而嘛會可以同學校嘅反映啦，好冇嗬？啊冇，即個我反映以前，咁我檢討一下，咁我即個睇到卡，有個客語嘅教，我要檢討我即個義務冇，我要教我先人嚟講客冇，係啊冇。其實睇學校嘅教嘅，哎喲比賽提名，其實唔可以同溝通。也講唔出，所以我哋個重要嘛係堅持鼓勵家長第部卡都來接哦，交接就是接老師教過嘅規則複習，下班咧，下班過來，唔多跟住家講，我喺度同小朋友講，我都唔曉得講，
唔晓得讲，好噶，好噶，你奈好咯，先生，我唔晓得你，唔讲我哋都我有时候比起暑假吼，拢有开班，初级咧、中国级咧拢有，先强和六强拢有，无路我哋网络，像课会有，哈课网络学院，哇，都可以就线上学习哦。无路看我哋客家天使台嘅节目啊，无路看我哋17台吼，客家天使台嘅节目。像李玲先生的节目都懂好看，安永红法真是还有样诶，无都嘛嗰种客家电视台嘛嗰度卡通啊，错冇樱桃小丸子嘛，拢用客家话来讲咩所以说我感觉家长伊哋电影不卡先落实，嘛伊哋比如讲小朋友哋客家教迄个鬼客就唔都推广，今日客家歌上上嘛个啊，了唱歌本阿妹堂，有哦，家长会同我回馈哦，係啊，阿峰老师，你好多年啦，我女儿回来家里都讲，都唱什么叶公公，嗰度比如客家，他们又会唱又会跳，然后幼稚园也会鬼也都会表演咩，你都有得到那个正向的回馈正强客家人嘛係，唔知家都本身都有堅持哦，堅持啲不卡通，聲言講客家，唔會學，唔都將同聲言一樣，體育班學習，即家，聲言咧嘅課本拿出嚟講下嗬，係啊，講下嗬，將我哋嘛有書咩嗬，初級認真嘅書，又有 CD 嘅堂嗬，都話你標，煮菜都嚟標嚟堂，田叫詩業嗬，阿爸阿妹嗬，那個都非常的好的，就融入在你的生活。煮炊時，你都談煮炊片咩？對廚房。很厲害。從我頭擺唔係頭擺哦，應該7、8年前我教我生意講客家話，除了我自己堅持同生意對話堅持用客家話，因為生意嘛會用華語同我回答，可是我唔講咯，因為我 input 呢批，一路呢批嘅，我都講阿生啊，我細聲嚟哦，我食飯嚟哦，你幫快同媽媽細細愛哦，嚟條弄哋講生活化，融入在生活化。剛頭都唔講，阿妹唔曉講用家實，拜託阿妹一定去客家委員會兩個書，或者網絡都有線上都播。無都談阿鳳嘅節目，係咪？拜死啦！喺無談到唔怕，網絡上查一下養生方，馬上都可以在書堂，係嘛？係啊，佢快死嗬，因為我節目個屬於公益嘅廣播節目，即係花幾多時間嚟做節目。佢用心做啊！個辛苦一路嚟來，個辛苦，我希望不要浪費資源哈。就是現在人手一機嘛哈，我們 FB 一定輸入愛永生坊嘅名哈，養生坊直接按進去。點選都有音檔就有出來了哈，而且呢，如果是有介紹嘿，然後有時幾好嘅文章啊，又會寫上去哈，教育嘅議題啦哈，健康嘅議題啊，又會寫上去，無都係小朋友衝同有歌詞啊，又會附上去哈。都同音堂音對嘅你也做得。假使小朋友冇用手機，咁你用電腦只要輸入愛名嘅FB 線上都可以用書堂堂呢度。嘿，觀眾朋友啊，一個阿鳳先生出彩用心呢哈，又教學又做廣播節目，對一個學生嘅呢，像對自家聲音嘅培養。而自家也用以家長嘅身份呢，來教一條已經唔到曉得講客嘅家長，可以用幾多方式繼續來學習等自家嘅語言。等下我哋咪有故事來談，接下來我哋等下呢過來哦。比如講啊，你講長江一讀啦，或者是研究司機嘅先生真係嗰啲人我咪喺透過線上講出來嘅話，我哋學習到，自家嘅學習咧，一個家炒起來
样过来暗香风法，头到我哋同阿芳喺講到啊，不管係教學，也算係做廣播，同樣都係語言先入來，文化都係等等。阿芳呢，作為幾多幾有心嘅事情，從伊嘅節目呢，還有請到幾多冇同樣嘅人來上節目。阿芳。除了講有請小朋友，還有一些專業的人士，頭都講營養師啦，醫生嗰度，我哋嗰種還有請幾多呢文化工作者，有，錯嘛，還有幾多嘅發通，可以同佢哋同佢哋分享一下，好冇？好，可以。我有請到講司機嘅線上嚟東岸節目講司機，比如講啊，你講長江一讀啦，或者是研究司機嘅線上真係嗰年我咪喺透過線上講出來嘅話，我哋學習到即係學習咧，一個家操控起來，操控起來，我幾客家好，我有啲教小朋友，錯呢，比如講出門前看天時，一門看。乜嘅？看心情，佢神奇因為嗰度英語啦譬如講嗰度我哋羅祖賢嘅話，羅冠賢嘅話其實有幾層咩意涵喺地方，其實講我哋更加唔啲，譬如講有講到規劃向係嘛？規劃向前里向嗰沿路很偏多比如講，安尼句子透過研究司機嘅線上嚟東岸節目來分享文堂，中學朋友堂也嘛係一啲學習起來，學習起來。有愛讀到譬如講新郎以後嚟結婚咧我哋高雄市有辦嘅咧客家遊戲的活動2016微微辦咧同文化部就是高雄市政府文化部跟客委會他們辦的這個客家遊戲。嗰種係有請新郎講新郎講嚟上岸節目，冇帶新郎來啊？冇新郎講冇係，所以新郎講因為新郎伊嘛係我哋客家人。對人伊嘛係同我分享到幾多，比如講前一日安布亞去拜天公，係西拉路卡去完成做到幾夜呢？做係拜夜從8點開始看，可能早晨頭都阿妹都看早料啦，看雞啦、鴨啦、豬啦、肉啦，來見神見玉皇大帝我們拜天公，晚上都要完成嘛，那個材料神燈板啦、梳頭。來掉還有就是不用自拋的啦，比如說念嗰種詞文，比如講萬神的時候嗰種用客家話來念來祭拜唱神的歌聲，伊講伊嘛係因為土家嘅，唐東安尼萬神因為伊個個有嘛係安尼萬神，所以感覺哇客家文化動有意思因為用客家話來唱神咧。係呀，嗰時候大家師傅嘛幾多流失係啦幾可惜的一件事情，再來就土神用，比如講土神用嘅伊嘛係從九仙頭，比如說含前安比亞是完神嘛，九仙頭都要祭拜去阿妹我家，見阿妹我家阿公婆唔該上我家阿公婆，好多人可能無法度不來拜可是呢，我哋客家人一定帶阮人來嘅，土家嘅我哋感謝報恩阿妹按辛苦來加伴我哋利牧人，我哋感謝去拜我家阿妹祖先。敬愛主，我感覺有那種意涵，就是客家人非常的感恩的意涵，飲水思源就是人講食水果要拜樹頭，我哋客家人嘛係我香港安泰來嘅，我要感謝嘛。注意要感謝，除了阿妹，都係我家阿婆，所以阿婆嘅你會得食阿婆肉，食阿婆肉，有糖過，食阿婆肉，去見我家嘅祖先，一見係咧，一路嚟就再見土地伯公，嘛係感謝在地的神，土地伯公，都安尼一路，聽日讓歸回去來土家，土家嘅意思，經常歌上嘛係有客家八音，就是我哋來
礼拜学微会班吼，就会安尼客家游学活动啊，感觉过吼，明年都有班哦。哦，一直多多的鼓励，其实你看非客家族群嘛，一直来参加哦，懂好诶。啊，客家人呢也会进行的，就系食甜茶。嘿，茶，食甜茶讲司机，个形容爱蹦嘅茶，本人特色啊，本人特色，尤其係一家粽皮，係啊，加乾加油線，啊，同加用插頭髮，插頭髮，哇！啊，插頭髮係嚟要食甜茶。人家哋包紅包，知嘛？數紅包咧，你有印象冇？有啊，有啊。啊，講好司機，咱係學到伊咧啦，嚇，買先生教嗌。好，你講啊，茶盤圓圓，茶比淺淺。哦。形容愛上進，假使無上進，捱都唔啉來比甜茶。假使有上進，祝福公婆，多子多孫，多福氣哈，富貴圓滿哈。你看，老人家他這樣子真誠的祝福的話，我都感覺我哋比旁邊的人聽到，哦，佢幸福，佢幸福哈。哎，聽一眼都來公子咩？好，錄完你哈。那講客家諺語，從客家諺語或者是像光喝這個甜茶，一路的講到嗰種司機哦，尤其是祝福的話哈。感恩的話，我感覺咱嘛還適合教人哋海推誒，人哋那唔曉得，俺真是唔曉得教人海推用講誒。嘿，還有就是我哋廣播節目當中哈，冇有先生過專業無？伊會教小朋友講那個習時賢文，習時賢文用客家話音哦，習時賢文，飛言頓頓，是因見講多見多聞。我感覺你看頓頓的司機吧，一路嚟教小朋友用嚟讀書同做人嘅道理。讀嗰度時嘅習時賢文嘛，讀嗰度時嘅唔只係哪裡句，唔只係認知，都有學到做人嘅道理，多見都多聞嘛。嗰時唔講強看唔好少看人哋客家古那個世書諺語，或者是頭把遺留下來的書，我感覺係嘛係幾多幾層那個深刻的品德、資非品德教育，懂好哦。係，今日作為很多人，未來唔知家有冇個想法冇？不管是教學，還是講你嘅廣播，有特別想做嘅事情冇？有哦，分享一下。因為像我感覺我學嘅嘛冇幾多，嗰時我買通研究所，客家文化研究所嗬，係嗰種師範大學嘅。啊，我希望我將我學空起來，一定拿到廣播節目繼續來推廣，繼續帶嗰度小朋友來上我節目，不然學術無不用嘅教法，嗬，係。我感覺本小朋友種子種海，對小朋友係，咱叫佢包牙唔啲嘅，我講種海都有個心，有個愛心嗬，客家愛，客家安靜嘅愛，必開發，嗬。剛才都感覺講，誒，這是職業教師嘅嗰種熱血嗬，真是源源不斷。那生意會睇，他也以後伊嘛會同伊這家生意來講客家話。觀眾朋友。語言都係一啲文化嘅根，一個根呢係古後來呢，我哋啲文化都可以繼續傳承下去。其實咯，一個語言流失嘅速度呢，比我哋上嘅老人國家，有日係一個語言冇嘅，代表一個文化都會消失嘅。故所語言我哋每日都係堅講，最好嘅方式都係堅講，落實喺我哋嘅生活地位。希望呢。呀，睇人啥同細人咧，盡量講客話，將我哋有嘅安靜嘅語言咧流傳下去。今日真是該歡喜，有請到安熱心嘅阿鳳先生。阿鳳，多謝今日嚟，多謝。觀眾朋友，安平風法，我哋下次見咯。語言係文化嘅根。過去不管係乜嘅人員填表係講自家語言嘅能力，我哋愛將伊潛進來。語言安靜，可以唱詩，也可以唱歌嘅。我哋愛盡量學習欣賞客家嘅文化內涵，河洛話也好，原住民語言也好，互相了解、欣賞，
本台湾也按贴拍按多年的文化可以保留传承下去。